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3月8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等待上帝所定的时机，等待上帝所定的时机。我们要读约书亚记13到16章。今天牧师主要的专注点要在14章。我们要来读今天的金句。现在请你把上主应许给我的山区给我吧，就是我和同伴回来报告那天上主所许诺的。那时你也听到那地方有亚衲族巨人住在高大的城墙里面，说不定上主会与我同在，我能够把他们赶出去，正像上主所许诺的。约书亚记14章12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生活在任何事都讲求快速的环境，网络速度要够快，如果太慢就会被淘汰，你没有办法下载很多的这些的东西。飞机、火车、汽车的速度都要讲求快速，因为越快速越节省时间，连吃饭也要快，有快餐，有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购买，所以就有得来速。你汉堡、薯条、饮料不用下车，你就可以购买，拿了就走。很多人想要快速成功，梦想一夜致富结果呢，惨遭诈骗。那些一步一步努力打好基础往上爬的人，则是被认为死脑筋。迦勒他是一个懂得等待上帝时机的人。45年前，迦勒和约书亚同为12位探子中的一员。当时迦勒窥探迦南地，他发现了希伯伦这块地最吸引他。虽然这块地比起北部的土地较为贫瘠，但是它具有战略地位，易守难攻。当其他10位探子都说不可能那一些的地方住着巨人，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，不可能征服他们的。迦勒则拍胸脯保证，我们要去得着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。他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，是因为上帝已经很明确的答应他了。但是因为另外10个探子没有信心，对全会众报恶信，结果呢，全会众威胁他和约书亚，要用石头打死他们2个人。当然这应许就可能无法实现。最后呢，他们2个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，也因为这样，以色列百姓因着他们的不信，而在旷野中度过漫长的40年。除了约书亚和迦勒2人，20岁以上的人将要死在旷野，无法进入应许之地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看迦勒仍然没有放弃和上帝所立的约。他相信这位上帝是守约的神。迦勒他思想着这块土地，上帝要赐给他们的土地是很美好的，很丰盛的。因着这样，他默默等待了45年之久。在等待上帝应许的时候，总会有许多因素妨害我们。
所以长时间的等待真的不容易啊。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上帝要给你的应许，而你等待了很久，你是否继续等待呢？迦勒在旷野中度过40年，我相信偶尔他看到绿洲的时候，他可能内心就期盼说，在那边住下来算了，不用那么辛苦。但是绿洲并不是他的目标，所以他才能够持续走下去。他不断想着流奶与蜜的希伯伦，当初上帝给他看到了那一块美好的土地，所以他成功的挑战自己。这好像是一场马拉松一样的比赛，是持久赛。在经过40年，又在迦南地征战5年之后，他对约书亚说，现在请你把上主应许给我的山区给我吧，就是我和同伴回来报告那天上主所许诺的。那时你也听到那地方有亚衲族巨人住在高大的城墙里面，说不定上主会与我同在，说不定上主会与我同在。这是他相信这位上主是与他同在的，所以他能够把他们赶出去，因为他相信上主所许诺的。等待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，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等待，是因着上帝掌管我们人生的神，他掌管我们的未来，他也要带领我们走向未来。如果你心中这样的相信的话，即便是担忧，也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信靠上帝，他总是会在最佳时机给我们有最好的安排。就好像天韵诗班有一首诗歌叫《神的道路》，歌词这样说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时间不错误，他一步一步带领你的前途，他立大地的根基，他让云彩空中漂浮，是他创造生命气息，是他应许照顾赐福。这位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，耐心等待必要欢呼，耐心等待的必要欢呼。迦勒因为他信赖上帝，信赖他所给的应许，所以他耐心等待，才得以在最终领受应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像迦勒一样信赖上帝，我们相信上帝也会在他预定的时间内实现他要给你给我的应许。我们来默想，看到迦勒不受年龄的限制，仍然相信上帝应许的时刻已来到，耐心等待，并且勇敢要去得地为业。这对你有何感想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相信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你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确实的，所以我要选择信靠你，我要耐心等候你所预定的时刻。我相信你的时刻已到，应许必定成就。求主帮助我越过等待的痛苦时刻，并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。我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，凡事顺利。我们下次再见。